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，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小朋友，摕宝藏，小朋友，摕宝藏，小朋友，摕宝藏，小朋友，摕宝藏。好，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要摕宝藏。等我讲石门神的时候，你就讲，请开门，好不好？石门神，请开门。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哦，队长，小朋友，你今仔日嘛是要来摕宝藏的，对唔对？对。啊，小朋友，你平常时失眠的时阵，敢有做啥物代志，互家己较好困眠呢？较好困眠。看册、练牛铃、好，听音乐、做运动。做运动。浸烧水甲浸温泉，温泉。温泉。我倒咧就会困去啊。哦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你哦，就敢若电池同款，伫咧学校的时阵就甲电闹好了，转来的时阵食饱你就困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安尼哦，恁对这个失眠哦，拢非常的了解。那呢，是嘛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大浪冒险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今仔日吼，咱要做伙来摕宝藏，来，跟我行。哦，你是破病是无？我无破病啦，啊我只是哦，最近困眠足歹，啊无眠无日咯，伫想遐个题目，哦，啊想到拢哦，真正困无困好，嘞，困无好嘞。困无好啊！你会当问阮的小朋友，有一个小朋友真厉害呢，迄眠床倒落去就困啊。倒咧就困啊，这位啦。就是这位哦，困敢有啥物技巧？无。无哦，就是倒咧就困去就对啊。对。恁大概几点困几点困哦？10点。10点哦，其实哦，困真正是一件真好的代志，因为你若无好好困哦，你的合适的能力啊，还是讲你的身体啊，拢会规个拢拍歹去。你敢知？我知。所以哦，对我要来甲恁考试，恁敢有信心？有啊，哦，你困真饱，几有几力，我足期待你的表现的哦。准备接招，听爱ca。台语上练档，连下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搬落来进前，看摇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其实吼，好好啊困一暝，无遮尔困难啦。只要维持固定困眠的时间，困进前小可轻松运动，唔好食伤饱，唔通啉迄个伤刺激的物件，安尼就通啊好好啊困一暝啊！即马就是要来考恁甲困有关系的题目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来开始 Q 咧！感谢你哦。紧来！应该你Q 伤慢啊！啊，动作较紧你是无电来哦？嘿，唔免管伊，直接 Q 的涂骹，互伊看，互伊看。伊会发光，因为发光伊哦。暗时会出现，暗时有人暗时会出现。会有啥物？是圆的无？是毋是是足圆的？地哩的。你讲是圆的无？伊是圆的，伊是会圆的。刚刚哦，好来，继续 Q。平安加油哦！这个时阵千万唔通困去，你困的时阵会用掉，伫你软软嘿，软，啊，还有啥？你要困的时会摕，会用的，困的时阵会用的，啊，还有无？有足地。N C
色的。啊，这是色水的吼，来继续 Q 嘞 Q 嘞，第三题，你的请我讲，请我讲，一个物件，你的摕起兵啊，创啥？来，继续 Q 嘞 Q 嘞，继续今日哦，加油哦，恁同学要袂动你哦，要无力哦。紧嘞，要无力啦呢。啊，叫好啊，请我讲哦，请我讲。你看电视的时阵，你会坐伫顶悬，哦，会坐伫顶悬。可能会伫你是不是伫客厅？困，客厅是不是伫客厅？对，是客厅。好，来后一个题目，好来哦，加油哦，欣然加油哦 ，Q 嘞 Q 嘞 Q 嘞，上尾一个题目，加油！来，请我讲哦。你困无饱的时，你伫困的时阵，你会行起来创啥？你无会讲话无？会讲话无？会讲话无？你会叭叭叭叭叭。你会叭咧，有人喊名是你叭叭叭，文琪你真厉害咧，所以你有边仔的人甲你形容讲你喊名的时阵，拢伫叭叭叭。会哦，啊头前天顶的星，有讲到啥？会死哦。会光光。会光光，啊咱看卖会光哦，啊伊袂光光呢，啊你无好摇，啊志军你安怎摇出来？是毋是？就这样。足一粒的，对。啊那云呢？形然你感觉云要安怎形容？白色的。白色的，啊伊足轻的，嘿，就可以啊，落雨的时候变黑色。袂发光啊！袂发光。你甲你教，你甲你教啦。多谢多谢，安尼咱继续。啊枕头咧，枕头头前你有安怎讲？讲软软。软软的，困的时会用。困的时会用的。哦，趁仔袂用咧啊。困的时的，哦这拢会用曾经。曾经。啊头先上关键的是倒一个？就这色。啊为什么足侪色的你会用枕头？啊是因为你的枕头足侪色？啊因为一定换嘛。好。上接换的可能就是枕头。哦，洗喙，咱看卖其他的啥？哦，洗面，拢是洗。难呢。洗手安尼，拢是洗，是免来摇。但是头先恁讲到一个上重点，讲一个互大家听看卖。起面啊！起面啊，讲到足标准的，破我声吹者。起面啊，而且又讲到啊，困进前对不对？嘿。困进前你爱洗。过来看卖，碰椅，头先安怎形容？伫客厅。伫客厅。你看电视的时阵会用到。困的时会伫遐。会伫遐，因为有当时啊，电视看看无洗，你困去啊。啊。哦。叫电视看。叫电视看对，换电视家己看。真牛真牛，过来看卖下一。哦，韩面，再来问一下咱的韩面的主角，文琪。头先除了讲 bra 个啥？你无意思的时阵。无意识的时阵。无意识。无意识的时阵，哦，就是会讲出一寡话啊，还是讲唔知咧创啥。志军你会安怎形容？塌皮。塌皮嘛无好讲。你去困的时阵，上热。哦，伤热。对啦。对。伤热你会袂动你，你就直接就甲塌掉啊。好，咱即摆来看卖啊，婚姻来的小朋友，哇，拢总得到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恭喜哦，真牛哦！安尼马上来进行第2关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卡。爱讲才会赢，3个人会一直刷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即马吼，手机啊会当讲是咱随身拢炸掉的。我甲你讲，困之前千万唔通撸手机啊，因为爱面膜啦，爱灯光搁足光的嘛，啊你耍会伤到目睭，伊会伤刺激，会影响你的困眠。啊你若是个无困好，隔工就戆神，做啥物代志拢做袂好。好，安尼即马就是要来考第1个题目是啥物咧？请讲出会发光的物件。手机也会发光啊，对无？手机啊，电视啊，车关顶迄电火啊。天顶的星啊，月亮拢是算会发光啊！好，讲伤济啊！来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，开始。灰金哥。对。车。天顶的星对。
月娘对，细呐，四呐水哦，雷公四呐，电火，电火对，日头，日头哦水哦，日头，点眼，电视，电视对，萤火，萤火嘛，萤火对，闪光灯，闪光灯，闪光灯，哦闪光灯，闪光灯，闪光灯，日光灯，日光灯对，手表，手表，手表，有时会发光啊。对，啊，还有什么？电脑，电脑哦真牛哦，志军，泡马灯，泡马灯哦，手电啊，手电啊厉害，手灯啊，还有安全灯，安全一个灯啊，伊就闪闪，好啦煞啦，你已经讲真侪题啊啦是，的吧？咱搁看卖有倒位无讲到，哦电脑有讲到无？电脑，环仔火，哦环仔会对环仔会好 K， ，OK 是 ，OK。银河，哦，银河，银河，哦，你哪搞啦？OK 啦，真牛真牛。咱即马哇哇，华丽啊，即马恁钓到14题，真厉害哦。下面来看卖啊，到我车平了后，你有法度摕到一个无？来，换位。准备好啊吼！题目真简单，讲出困甲眠这个词，你感觉有会难袂？会敢若叔叔啊有淡薄难呢，会紧开始啊，我会袂记了了。好要开始啊！힘날까？爱困，爱困，困啥？哦，哦，困袂饱，这嘛是用吼，困口，无暝无日，哎无迄是暝哦，诶无共款哦。困，无眠啊，无眠啊，迷茫，迷茫迷茫，啊，眠，困，紧困啊！你在想，你困。我像爸爸妈妈的角色啊好，紧困啊紧困，莫搁撸手机啊！困中昼哦。中岛暗困，暗困，还有一句，一暗无眠，三日细神，安尼知影意思？你若是一个暗暝无困好，你3工你做啥代志拢戆神安尼，一暗无眠，三日细神，这敢若我可能讲得出来，啊，毋过我无讲出来。无要紧啊。这有难，这有难呐这。真正有困难的啦。好，咱即摆来看卖啊，恁拢总2题拢对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真牛哦，即摆已经2个金箍箍啊哇，来到上尾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卡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雪雪甲红琪琪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困眠这件代志其实足有学问的哦，伊内面有真侪通啊去了解的，所以毋通看轻困这件代志。咱就做伙来了解困眠这有偌重要，来做伙看卖。即马有一间诊所是专门咧甲人看困眠的问题哦。教遐奇困，遮尔简单的代志，哪搁爱人教啦？哦，原来哦，困眠毋若是干那困尔尔。恁看，遮尔专业的仪器，会使检查出其他的困眠问题哦。讲到困眠，恁敢知影？上大房、上眠床、无洗骹、困中央是啥物意思咧？这毋捌听过咧。红记白雪雪，请来甲阮说明一下。白雪雪行一步，互你拍开光明路。足简单呢，这是咧形容一个人吼，无爱洗骹，
就爬去你眠床顶困。你讲这个人哦，无卫生、无爱清气的意思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哦，哎呦，干嘛呢？你先听看卖，甲记起来。咱听看卖红记记的讲法。我是红记记，互你逐工笑眯眯哦。这句话的意思吼，就是讲吼，这个人吼，伊还无洗脚，伊就走去人的眠床中央安尼困呢。讲这哦是手超过，伤过欺负人啦。哦，敢若嘛有道理咧。来，恁小讨论者，红记记，恁感觉啥？较有道理。红记记较有道理啊？对，道理伫咧倒位？阮记，你为虾米感觉是红记记讲的较有道理？因为你无洗骹就困中央，你的骹就会打着两边的，啊，对人安尼。足超过。是咧，啊，就是咧。足超过。嘿，若是有人安尼无洗骹困中央，你安怎？出去困。叫伊出去困啊，对无？哦，你会小可生气。嘿，啊，咱志军的，你感觉？志军，足超过。哦，你感觉是足超过的哦。所以恁选择的答案是红记记。好，敢安呢？所以恁选择的答案是红记记。好，敢安呢？真正的啦！你甲想看卖哦，真正若是有一个你无熟悉的啦，啊无洗骹搁困中，你会啥物感觉？就生气，足生气的对。气的。你若无洗骹，你就困较边啊，你搁共困中。是袂当上眠床啦无。啦，我意思是安尼嘛，你就搁较那面仔湿咧，你嘛是困边啊嘛。困边。对，这个意思安尼了解。了解。了解真后哦，第一题对啊，咱来看卖后一个题目。囡仔人的困眠原来袂少学问呢。譬如讲，咱若是困袂去，算羊仔敢会较好困？逐工敢一定爱困8点真久，安尼才有算把眠？这个问题，咱来甲医生好好啊问一下。咱古早拢有一部吼，若讲困袂去，叫你爱算羊仔啦吼，一只羊、两只羊、三只羊吼。其实这个原理吼是对的啦吼，就是讲咱莫伤过去注意困眠这个代志，因为你倒喺眠床顶的时阵，刚想讲我爱困，紧困，就怎啊愈来愈紧张，怎啊袂困的。其实咱拢讲吼，一天2/3的时间来困眠，但这8点钟吼是无一定的数字啦。那根据即马专家的建议吼，对囡仔的时间吼，困眠吼有当爱长到9点钟到10点钟。所以无一定是拄好啊困8点钟。哦，原来如鸟，安尼我对困眠更较了解啊哦。不过讲到这，恁敢知影要困之前上好唔通做啥物代志，较袂去影响到困眠嘞？要困之前唔通做的代志，咱来问看卖红记记白写写。袂当做啥物呢？就是袂当洗身躯，因为洗身躯呢会改变咱的体温，咱的体温会升悬，所以你的精神会变足好，变到困袂去。安尼你知影无？哦，不过咱毋是定定拢是伫咧困之前去洗身躯的。对啊。不要紧，咱即马先听看卖红记记安怎讲。我甲恁讲啦，要困之前吼，绝对袂当啉牛奶，因为牛奶是早顿咧啉的啊，伊吼会互你有精神，所以你若啉落去，绝免困。唔对啊，咱有当时困之前毋是啉一寡烧的有啉，烧的做舒适的，就去困啊。放好轻松。到底谁讲的是对的？伟东，你感觉倒一个人讲的是对的？红记记哦，阮记你咧。我感觉是白色色。白色色，为什么是白色色讲的啊？因为咱运动嘛会流汗，阮洗身躯嘛会流汗，所以运动你就会困袂去。那安尼洗身躯会流汗，你就会困袂去。哇，够厉害啦！破我声出来。伊这个联想真好哦，因为咱困之前就是袂使伤激烈的运动嘛，应该你。我跟那红记哦。啊，你是拢差不多当时洗身躯的，食饭饱。饱。啊，一群你几点洗身躯？不一定。
8点嘛，对差不多8点对，所以拢毋是伫困进前说的对啊。啊，来投票啊！你感觉是白谢谢洗身躯，车压手？哦，所以是感觉袂用的洗身躯。好，敢安呢？哦，对啦！恭喜！对啦，我感觉所有的解说文琪拢已经讲了，因为说迄精神真正会来。来讲嘛，恁拢讲对着2题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哦，恭喜这婚姻来的朋友，3个金箍箍拢互恁摕到手啊！啊，毋过保障是无只好摕啦，准备这种现来卡。今仔日这组婚姻来的小朋友真正足厉害，逐关拢安尼过，啊，逐题拢会晓，真正算足强的，有3届的机会哦。想要选倒一个？ 9号， 9号，所以恁第一个要选的就是9号好，安尼先把手放在顶悬，确定。快点！好，请起来。加油啊！啊！康康，哎欢迎，失去了一个机会啊！即马敢有啥物感觉？想要选到倒一个？尴尬，哪里哦？哪里？想要选哪里哦？拉力，哎哟，拉力，好来，手甲放起，第二个机会，敢会得到保障的请起来。加油哦！啊！哇，剩2个机会哦！什么2届？剩1届，剩2届就摕转去啊！参选队长，我是无叫你骗去哦。恁感觉当尾山牛还是梅花龙？你较想要选倒一个？较想要选当尾山牛你安尼手放起，感应一下，你知影感应哦？有当时爱感受一下，有感觉？没有。你嘛无感觉。你有感觉？无感觉？好啦，手甲放起。哦，手。到底咱婚姻来小朋友会当摕到咱的保障无？请起来！加油哦！哇，对啊，恭喜哦！白谢谢红吉吉颁奖哦！恭喜恁得到古水豆片组，哦，真古水呢！这个狗仔呢？这是狗仔。哎，真古水。婚姻来的朋友，真正台语拢讲了少。啊，你平常时拢是甲谁伫讲台语较济？阿公阿公阿嬷，拢是阿公阿嬷。哦，真正袂歹，所以定定啊，甲阿公阿嬷做伙看去菜市啊，做伙去佚佗啊，加甲因学一寡台语，透过游戏摕到咱这保障，你讲好唔好？好。每一个人拢真正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学台语。